在雪域，解放军与西藏，军事管制。1967年3月初，先是成立了军区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任命军区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殷发堂为主任，下设农牧、公交、文革、政法等组。此后，各地市也随之成立了类似的办公室。3月7日，西藏日报刊登军区3月3日发布的通令，规定一切革命群众和群众组织都要协助军区完成军事接管任务。继而5月11日，西藏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张国华为主任，任荣、陈明义为副主任，他们都是大年子观点的支持者。图为支持军管会成立的大年子组织，坐在最前面的这些人，干部及居民应该都是大年子组织的成员。标语牌上写着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紧随其后的是扛着写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等牌子的大年子成员，正走过自治区交际处，今天的迎宾馆一带。当时军管会就设在交际处里面，由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络部、后勤部各部选派人员，大概有100-200人，分宣传组、生产组等等，有自己的报纸高原战士报，还有一辆广播宣传车，是1962年中印战争的时候在边际上动摇印度军心的宣传车，喇叭很大，从中传出的声音异常响亮，据说只要对着它说话，几十公里内都听得清清楚楚。看这2张照片，很难看得出这是发生在西藏的事情，因为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中国各地都有。一位在北京经历了文革的汉人老人就问我，这难道是在拉萨吗？你不介绍的话，我根本认不出。当旧西藏被新西藏替代之后，有一个名词很流行，即老西藏，专门用来指代以18军为代表的中共早期进藏军队，自奉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也确实军队和民众之间曾有一段蜜月期，但好景不长，尤其在文革期间的3支两军，使得军民关系极度恶化，连中共自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伤害了民族感情，严重地影响了民主团结，想起来令人痛心。有研究者把军事管制下的西藏称为近代最黑暗的一页。为祝贺军管会成立，拉萨的一些群众组织纷纷向军管会送喜报，这也是文革中的风气，写在白纸上是大字报，写在红纸上就是喜报。从2个藏人女孩展开的喜报上来看，这是一个名为523文化艺术战斗总部的群众组织送的，该组织由话剧团、秦剧团和豫剧团等文艺团体的大年子成员组成。右图出现了5张喜报，依文革中的惯例，应该是来自5个群众组织，并且都是大年子的群众组织。5张喜报的格式都一样，抬头的最高指示都是毛泽东语录，接着是群众组织向军管会表达忠诚的内容，大同小异，套话连篇。在西藏，大字报与喜报通常以中文写成，一是可能所用的新词新话很难以藏文表述，二是因为组织者及领导者都是汉人为主。图中地点是军管会驻扎的自治区交际处，今迎宾馆。毛泽东要求军民之间是鱼水关系，更希望老百姓把解放军看作是菩萨兵。
为了让西藏百万翻身农奴认可这一点，确实下足了功夫。正如我采访过的一位当年的军人所说，每次秋收，解放军都要去帮助老百姓。文革时也是这样，我记得我们都去过很多次。这一页的3张图片是西藏军区后勤部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派到拉萨东郊拉金路附近公社的打场，帮助农民收青稞。这个宣传队由西藏军区和西藏军区总医院的女兵及西藏军区后勤部下属的汽车修配厂的女工组成。图1、图2正在协助农民干活的女兵是同一人，佩戴有红五角星、红帽徽和红领章，因此是正式的军人装束。汉人，名字不详，是西藏军区的宣传队员。下图这个正在塞青稞的漂亮女青年不是女兵，而是在西藏军区后勤部下属的汽修厂当工人的阿路。生于拉萨的藏人，她身后与农妇坐在一起的2个女子也不是女兵，而是来自天津的支边青年，也是修配厂的工人。其中一个的外号叫小辣椒，支边即支援边疆的意思。阿路很早就与我的父母相识，他说因为是宣传队队员，都穿一样的制服，但工人不能戴帽徽领章。由军队医务人员组成的巡回医疗队到缺医少药的乡村，给贫穷的老百姓义务看病，此乃最得人心的举措，多少补救了文革后期极其糟糕的军民关系。左图中正在给妇人滴眼药的女兵是西藏军区总医院的护士拉姆，她在入伍前是中共为培养听命自己的藏人而成立的西藏地方干部学校的学生，与我母亲是同学。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